这早留一个少年家，打刘黄白就一定叫阮要剃头。请问人客啥物形体，你才较介意？乌女目跍，太空花钱，若无阮志送，阮就是你发小姐。 青春正当时，可爱的梨花姑娘，来来来来来来哟！梨花是梨花不过，我是梨花的小姐。 吹出着电吹的风，就是恋爱风。若是不信，请你来吹，心心白秋天。手边的手，亲像满字，又软甲又白。阮就是你发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 梨花姑娘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三好的迄个人客，就是对阮屎目白。 看起来相当挑剔，心头为伊白，害阮无意煞来赶着人客嘴皮，工钱摕无也受招骗。